哪位？屁孔从哪位？屁孔从哪位？好，来，用耳孔弹哦，拇指孔啊，孔心上哦，来，预备。哎，这我们看哦，现在应该停了啦哈，来，摇摇踏踏，这个呢在客家话里面就是摇踏踏，就是我们在庙里面也不是有抽签的签筒吗？他们会摇来摇去，就听到摇踏踏的声音，就会有那个声音出现了。好，等一下表现的最好了，老师要带着你们玩这一首歌的游戏哦。好，我的小眼睛很认真在看每一个人哦。小眼睛很专心的人，就是我等一下会教他玩这个游戏的哦，摇踏踏的游戏哦。好，我看到谁最棒？女生，等一下有机会。好来，摇踏踏就是庙里。平老乌鸦，一马公牛，头尾心下。很乖的，来。好，有没有看过槟榔树？有。我们上次编小鸟那个槟榔叶子，对不对？乌鸦就是芋头，有吃过芋头吗？有。芋头的叶子，大大的叶子，有没有？很像雨伞，有没有？老师说小蚂蚁都会躲在里面当雨伞，有没有？有。乌鸦跟姑婆芋很像。摇踏踏，槟榔乌鸦。摇踏踏，槟榔乌鸦。摇踏踏，槟榔乌鸦。我们英文有没有一个 v？ 槟榔乌鸦。好棒哦！把你的牙齿放在嘴唇上，槟榔乌鸦。牙齿放在嘴唇上面啊，槟榔乌鸦。很乖哦，摇，预备啊，向后哈，预备来，爱走唔走，爱就一卡，这样子要靠起来，一卡，把它靠起来，预备来，再从头到这里，预备来，好来，预备，要退后哦，好，等一下要后退哦，预备来，好来，摇踏踏，预备，开始啊，1、2，开始，摇踏踏，槟榔。